下肢平衡及協調運動。先喺地板用防滑膠布標示5個標記。扶穩家私，企穩，想像自己企喺中間，左腳踏到前面位置，然後返回原位，踏到前左面位置，返回原位，踏到左面位置，返回原位，踏到後左面位置，返回原位，踏到後面位置，返回原位。如有需要，可用右腳喺右邊重複練習，按畫面顯示次數重複動作。左右重心轉移運動，扶住穩陣嘅家私站穩，雙腳分開到膊頭闊度，將重心慢慢移到右腳，保持雙腳伸直，然後將重心慢慢移到左腳，重複動作約2至3分鐘。前後重心轉移運動，扶穩家私，雙腳一前一後站立。首先將重心移到前腳，後腳腳踭同時微微離地，維持5秒。返回正中，然後重心移向後腳，前腳腳尖微微離地，同樣維持5秒。動作約2至3分鐘。站立平衡訓練，企穩，捉住扶手，身體保持平衡，將一隻腳放喺另一隻腳前面，前方嘅腳跟貼住後方嘅腳趾，放開手，繼續保持平衡同姿勢，維持5秒，返回原位，然後左右腳交換，放開手，保持平衡同姿勢，維持5秒，返回原位，按畫面顯示重複動作。站立平衡訓練，企穩，捉住扶手，身體保持平衡，提起一隻腳踭，用另一隻腳站立，放開手，繼續保持平衡同姿勢，維持5秒，返回原位，按畫面顯示重複動作。站立平衡訓練，企穩，向前望，將一隻腳放喺另一隻腳前面，前方嘅腳踭貼住後方嘅腳趾，後方嘅腳踏前，放喺前腳腳趾前，保持平衡，並重複向前或者後步行。按畫面顯示重複動作。
站立平衡訓練，企穩，捉住扶手，身體保持平衡，雙腳拍齊站立，右腳向右踏出一步，左腳向右邁出一步，雙腳拍齊，左腳向左踏出一步，返回原位，左腳向左踏出一步，用右腳向左踏出一步，雙腳拍齊，右腳向右踏出一步，返回原位。按畫面顯示重複動作。